直观的，这也当用划拨的方式来参与这个感恩节吼，过完这感恩的行列。请安静，用心来敬拜上帝，走工。上帝来出欢喜的声，唱歌学落伊的名的荣光，用学落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就对上帝讲：你的所做到遐空行，因为你的大权能，你的对敌要降服你。
全地要敬拜你，吟诗学落你，要吟诗学落你的名。三角来吟诗学落上帝，圣诗305首，315首，圣诗315首。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经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感谢伊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教会，圣道相通，做赦免，肉体告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角用经文58天来应答上帝的话，经文记载伫圣诗后面，经文58篇。原来遮个代志，咱要安怎讲？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啥人会当抗过上帝的选民？
若安尼，啥人会当甲因定罪？伊已经死，搁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复活。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迫害，是妖恶。照圣经所记载，阮互人看做你要刣的样。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现今还是将来的，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三角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告我，创造生命和世界对无到有的主宰，阮的上帝，世世代代拢要学落你的名，天甲地拢要出声学落你的名。对过去、现在到将来，愿一切荣耀甲无落拢归于你。伫过去即个礼拜中，阮的心情重新来经历。伫2000多年前，主耶稣徛如进入耶路撒冷，到最后却行向各国他的路，受钉死伫十字架，为着阮世间人的罪，拍破身躯，流出宝血来拯救阮。阮伫每一个时刻，拢深深感受到上帝即款无限的疼。伫万百姓中拣选了有限的阮。搁教导阮、引带阮、保护阮，为着你对阮所做这一切，阮感谢你。哈利路亚，主已经告我，你太赢死实的关系，互既若信靠你的人，袂沉沦，袂当得到永远活。特别伫目前全世界拢面对武汉肺炎威胁的时刻。看见人类家己百般的无助，我要跪落伫你的面前，向你呼求，为了这个严重的疫情，迫切祈求你的赦免、怜悯、你的保护甲医治。为了全世界政治领袖甲第一线医护人员，想使因对天而来的智慧，来面对病痛甲死亡的勇气。我深信。你得改变全人类，改变世界，改变国家。你国我的真光，要除去世间的黑暗甲邪恶。你也要改变社会，改变阮本身，互阮对你的信无倒退，哪坚定；对你的服侍无减少，哪温困。恳求你帮助阮，激励阮，搁较有疼。有智慧，有怜悯，为着阮周围的人宣扬国我的主带来永望甲平安的好消息，有较侪关怀来承做别人的祝福。我要将今早起的礼拜，包括伫礼拜堂自集的兄弟，伫厝里透过网络直播，做伙敬拜你所有兄弟，阮做伙用心神甲诚实来敬拜的时。互阮的敬拜诚做捧的者，献到至圣的上帝面前。阮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请咱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罗马书11章第1节到12节。伫咱华本，伫咱台语汉字本的圣经新约180面，罗马书11章第1节。我是讲，上帝减有启示伊的百姓啊，断毋是，因我也是以色列人，出伫阿伯拉罕的后裔，亚哈敏的支派。上帝袂捌启示伊所大成灾的百姓，还是恁毋知圣经以利亚1章所记载啊？伊有怎样对上帝告以色列人讲？主啊，因有杀死你的先知，为倒你遮的祭坛，只有留我伫地，因也要治我的性命。总是上帝有因伊怎样啊？是讲我为着家己有留7,000人，袂捌跪拜巴力的。现今也安尼犹原，也有所留的留地，就是照恩典来兴选伊。总是若照恩典，就无搁对所行；若无就恩典，毋是恩典。安尼就怎样？以色列所求的，伊竟然无得到；独独受敬的有得到，其余的就变异心。照所记载讲，上帝互因昏迷的心，未看见的目睭，未听见的耳孔，到伫今仔日，大比也讲，互因的言道诚做活动，做罗网，做踢界，做报应伫因，互因的目睭花微看见，因的骹只常常屈曲。安尼我就讲，因已经着答，是逼到因滑倒嘛？断毋是，反正对因的犯罪拯救就到伫外邦，要激起因的愤志，打因的犯罪，若做世间的富有，因的衰退；若做外邦的富有，何况因会充满。6经以上，讲多请陈牧师，例如是上帝弃绝了我们，咱嘛。上帝弃绝了咱嘛。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过偌济快乐。今仔日咱互相讲平安的时，毋知影咱的心敢有真正平安？咱生活伫台湾非常幸福，除了疫情一开始有几天会抢喙黄、暗抢卫生纸以外，咱每一天犹原会当自由出门、上班、上课。但是我相信，伫即个期间，咱拢有安尼经验，就是当徛伫你边仔的人拍下唱、哭嗽、唱片的时，你就会规个紧张起来。所以嘛有数字统计讲，伫即阵看精神门诊的人，大概其实增加1成的人数。但是这是附伫台面咱人会当看见的问题，也是有一寡伫暗地咱袂去注意的代志。就是伫疫情的期间所产生家庭暴力的问题。根据统计，伫2月份，伫中国即个疫情爆发的源头湖北省，有报警的家庭暴力的案件增加到以前的3成较侪。另外，当即个疫情转到欧洲的家暴专线的通报嘛有2成以上的增加。并且是24小时拢有人透过即个专线去呼求帮赞。了后，疫情转到美国的家庭暴力的即个专线嘛讲，即个暴力的程度嘛哪严重。特别咱知影伫美国有的所在是允准人会当囥枪伫身躯边，所以枪也诚侪人摕去恐吓别人的安尼一个工具。所以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一个教授叫做卡努哈教授，伊表示，家庭暴力受害者要逃离加害的人，本来就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但是即个疫情将因拢困伫厝内时，特别就亲像一场真完美的风暴。所以即个教授安尼讲，对伫遐想要伤害厝内的人来讲，即个疫情就亲像是一场完美的风暴。
所以真侪互暴力对待的人是屈伫即个风暴的内面，无法度离开。另外，嘛因为大部分的学校的即个拢停课，所以真侪儿童受虐待的问题嘛佫较歹互发现。因为以前因互虐待拢是伫学校，或者个老师来替因来通报。所以我相信，伫咱惊吓即个病毒的同时，全世界嘛有真侪人是活伫另外一种的惊吓内面，就是互拍、互苦毒的下面。当即个菌仔也是精神上的虐待落伫因身躯，因也不断伫遐呼求讲：上帝啊，你伫倒落？上帝啊，为虾米你要气杀我咧？但是兄弟姊妹，上帝敢毋知？上帝拢知，因为伫2000几年前，伊亲自来到世间，互伊上亲信的学生出卖，互判十字架的酷刑，互鞭拍，互钉死伫十字架，流血到死。伫耶稣断归进前，伊嘛痛苦到大声呼叫讲：伊利伊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意思就是讲：上帝啊，上帝啊，你啥事要放离我？耶稣的肉体互伊痛苦到，互伊感受到上帝敢若是放弃伊、离开伊。所以耶稣会当理解咱的伤心甲目屎。伊知影咱祈祷搁祈祷，但是上帝敢若无听见的迄种的失望。伊知影咱目睭金金看别人伫遐享受丰盛的福气，但是家己较永远活伫迄种欠缺的痛苦的心境。伊知影咱虽然伫一段感情也是关系内面，内心悠然感受孤单的感受。伊嘛看会出，虽然你面大笑容，但是你的内心实在是空虚寂寞。有可能你破病久久，感觉家己永远就是遐尔随意。但是耶稣了解你的心境，因为伊嘛捌互钉伫十字架顶，什物拢袂当做。伊知影咱所流落来每一滴目屎，因为伊伫上帝面前也痛苦到讲袂出任何的话。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决断无气杀你，无论你伫任何的状况、任何的处境，这毋是我讲的，这是规本圣经伫向咱启示的。这嘛是保罗伫今仔日这段经文向伊的犹太同胞所讲的重点。虽然因真悖逆，虽然因自认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虽然因毋信上帝对弥赛亚的应允，甚至将弥赛亚钉伫十字架顶，但是上帝恩典也无离开因。为什么保罗会当讲到遐尔确实？保罗用家己来做一个说明。伊本身就是一个以色列人，伊嘛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伊属于便雅悯的支派。所以上帝若气杀以色列人，保罗就无任何机会当得救啊。毋过耶稣的救赎竟然临到伊，对这就证明上帝无气杀以色列人。这毋是一段属于犹太人的经文，这段经文嘛是在向你、向我在讲救赎的话。上帝无气杀以色列人，上帝嘛无气杀你。伫以赛亚书第49章14节到16节，好亲像是以色列人甲上帝的对话。伫遐以色列人讲：主气杀我，主已经袂记得我。但是上帝怎回答因？妇人敢袂记得伊食奶的婴仔，无怜悯伊所生的囝？因检采有袂记得，总是我无袂记得你。看，我将你摕伫我的手掌。你的声响常常伫我目睭前，兄弟姊妹，你无互袂记哩。就算讲全世界拢袂记哩你，但是上帝顾念你。所以保罗用旧约一个先知的故事来讲明上帝恩典。这个先知就是以利亚。伫伊的王记上悬18章有提到以利亚先知一个人大战亚西别风向所饲。有450个假先知的故事，上帝的权能透过以利亚来彰显出来。所以，迄个场景就是以利亚大战450个先知，
然后所有以色列人拢看着讲，这450个先知是假的，就将这450个人拢总杀死。这会当讲是大胜利，但是亚瑟别方向非常的生气，就抓一定要杀死伊利亚。所以伊利亚开始逃命，伊的心嘛渐渐失志，渐渐无往望。甚至即个拄啊甲正赢这假先知的即个先知，甲上帝讲安怎？伊甲上帝讲：上帝啊，我为着你的事大着心，因为以色列人放杀你的约，毁坏你遐个殿，引导杀你遐个先知，只有剩我一人，因要孝顺我的性命，要处伊。伊利亚认为啥？伊利亚认为家己为着上帝做哈尼大个事，杀死450个假先知呢，哈尼大个事，但是竟然会拄着这遭遇，伊内心感觉不平，内心感觉真失望，就亲像咱定定会安尼讲，咱会讲上帝啊，我为你做哈尼多个服侍，我有来做礼拜，我有奉献呢，但是为什么你较互我拄着这个事？为什么我的祈祷你无要应我的祈祷咧？但是上帝无责备伊利亚，上帝理解一个人伫软弱的时会有迄种的情绪，所以上帝无责备伊，反倒指示伊，伊接续落来就安怎行。甚至上帝甲伊讲一项，伊想袂到一个代志。上帝甲伊讲：我伫以色列中间留7000人，伊的口头有袂捌跪拜巴力，伊的喙袂捌真巴力。咱看去，上帝伫暗处行奇妙的代志。伊利亚想无，伊利亚无看过，是7000个先知，互上帝保护了。上帝甲伊利亚讲：你毋是高端伫遐来征战。所以伫今仔日经文的第50，保罗安尼讲：现今也安尼要有所留的，就是照恩典来拣选的。而且咱看到的就是余数，余数这两个字。上帝伫伊利亚先知徛起的迄种信仰受到捆绑，看袂见望目的迄个时代，留7000个先知，会有这个人留的，会有这个余数，毋是以利亚的功劳，也毋是迄7000个人有偌好，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所以留的余数。这真做以色列人非常关心，伫因的历史中间非常关心的主题。因为后来当因的国家规个互亚述甲巴比伦毁灭以后，上帝就不断透过先知甲因呼吁，恁遮留地的人，有一日我要带恁倒转。所以保罗伫今仔日这段罗马书所讲的这个留地，这个余数所讲的是犹太人。伫罗马的所在，什么人拢有，迄是一个真大的城市。并且咱看见保罗是自称伊家己是外邦人的使徒，是专门向外邦人传福音。这有时难免会互伊的犹太人同胞认为讲，啊，上帝敢若拯救外邦人，已经气煞阮以色列人啊。但是保罗因历史中间的即个留的、即个余数、即个概念，甲因讲。上帝互恁的祖先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允，永远袂改变。上帝的拯救也要临到恁遮留地的人。所以伫保罗这段的结论是讲，总是若照恩典，就无搁对所行；若无就恩典毋是恩典。保罗将主题搁一摆扭转来，因信称义，提醒伊的犹太人同胞。恁会得救，毋是恁的行为有偌敬虔，就亲像以利亚甲迄7000个先知共款，上帝会拯救因，会留存因的活命，毋是因偌好，是上帝拣选的恩典。但是有可能，这犹太人嘛会安尼问讲：既然是上帝拣选的恩典，为什么有的犹太人无得救咧？反倒是遐的外邦人得救咧？保罗讲：恁这犹太人袂得救，是因为恁的心硬。硬心本来是医学的用语，
是讲人的骨头长去了后，伫骨头的四周围、长去的四周围会生出硬的瘤。久啊久，即个硬的瘤就渐渐无感觉。咱兄弟姊妹可能你若无骨头长去过的经验，你可能有皮肤受伤的经验。你的皮肤若受伤真严重，可能伊会浮出一个敢若一个组织。你久啊久，迄个组织的所在是无任何的感觉。所以保罗用安尼来形容遮犹太人，因认捌上帝遐尔久，听先知的话遐尔久，但是因的心好亲像是生出一个硬的瘤共款，所以因无法度去感受，也无法度听见上帝的声，因麻痹啊。保罗伫遮用两段旧约的圣经，第一段是以赛亚书29章第10节。上帝互因昏迷的心，未看见的目睭，未听见的耳孔，到伫今仔日。这看起来有一点无公平。上帝哪会当互人昏迷的心？哪会当互人看袂见的目睭？哪会当互人听袂见的耳孔咧？无怪因看袂见、听袂着。但是以赛亚先知会伫迄时安尼讲，是因为上帝知影讲。即个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离开我远远。因要尊敬我，不过是趁人所教示的命令尔。所以我要搁用奇妙词来款待即个百姓。即个词就是奇妙搁奇异。因智慧的人的智慧要消磨，因聪明的人的聪明要看白。上帝知影，即个以色列人。因透过种种的礼仪，你尊敬上帝，你敬拜上帝，你亲近上帝，但是因安怎？因看袂见，因听袂见，因为因的内心已经生瘤啊，因无感觉。所以硬心即个意思是啥？就是讲一个人，伊若不断地挖靠家己的意思甲想法，伊就看袂见其他的人，伊听袂见其他的人的声音，搁较免讲是上帝要求。所以，毋是上帝互人硬心，毋是上帝互人看袂见的目睭，是遮个人安怎将家己的目睭牵起来，将家己的耳孔插起来，因听袂见，看袂着。所以，这嘛是为虾米伫新约耶稣定定会讲譬如的原因。有一个耶稣的学生来问耶稣讲：为虾米耶稣你教导进门的时，你无要直接讲咧，你反倒定定是用譬如咧？耶稣嘛是用以赛亚先知的话来回答因，讲这百姓听是袂听，总是因决断袂晓悟；因看是要看，总是因决断无看见。因为这百姓心钝、耳孔重，因的目睭放开。同款的意思，耶稣知影因中间的听众，毋是目睭看袂见，毋是耳听袂着呢，是因为安怎？因的心硬。特别当时真侪徛伫中看耶稣咧讲道遮人的中间，真侪人是法利赛人，真侪人是文学士。因认为家己捌真侪，因认为家己真顺服上帝要求，知影上帝的旨意。但是因的心麻痹，因的心硬，因认袂出徛伫因面前的即个耶稣就是上帝所应允的弥赛亚。保罗引用第2段的经文是大笔的诗，愿因的引导伫因的面前变做罗网，伫因平安的时变做外道，愿因的目睭黑暗袂看见，愿你互因的腰定定处处喘。伫遮是咧讲以色列人因活伫家己所想象的迄个平安的内面，因非常自愿，认为讲我是上帝的选民，所以非常的安全。上帝一定会保护我，带领我脱离这外邦来攻击。当因伫自满的时，无想到对敌就趁因无注意的时，突然来包围因。所以保罗用这2段经文来讲以色列人因上帝的硬化，就是因毋信的一个原因。所以虽然上帝望人人得救。但是因为人的自由意志，人嘛会当选择毋信，总是这看起来是一个悲惨的结局。但是虽然犹太人拒绝，
毋过咱看见福音的门就安尼往外邦人来拍开啊！伫遮保罗用一个真有意思的讲法，就是上帝想要借着外邦人的得救来引起犹太人的嫉妒。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以色列人，伊拢认为家己是上帝的选民，原本是因才会当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但是竟然即时遮外邦人嘛会当得到上帝的疼，所以因的内心会嫉妒。即个属于我的恩典，哪会当互其他人摕去咧？所以因嘛会努力去。但是耶稣对咱的要求是啥？是诚做教导吗？毋是，咱爱诚做学生。咱爱伫咱的生活内面，咱的生命内面活出亲像耶稣美好的款式。所以，迄毋是一个宗教，迄是一个信仰的一个款式。第二，这段经文嘛提醒咱敢有真正去关心其他人的灵魂？也是咱亲像以色列人共款，自认只有咱才会得救，咱较毋知影上帝疼所有的人。你看今仔日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起一个先知叫做约拿。约拿是一个爱国的以色列人，所以上帝找伊去尼尼微人来讲悔改信息的时，这对伊来讲根本是一个无可能、真艰苦的任务。上帝哪有可能听以色列人以外一只的人呢？当伊高不23章，互上帝掠转去尼尼微，伊凊彩讲几句啊，无想到这人嘛竟然悔改。所以所有的代志是超越伊的想象。当这代志发生了后，伊开始甲上帝生气。咱看见约拿的滋味，听过伊疼上帝的心，超过伊疼上帝的心。所以上帝要借着这个约拿这个故事来甲咱讲什么咧？那你怎么有可能你是款的人，咱无任何的兴趣甲感觉？咱活在基督徒真温暖的。今年的搁偌济，是一个真无共款的搁偌济。咱无守圣餐，咱嘛无红卵汤领。但是耶稣为着咱国外的福气，毋是建立伫遮个物件顶面，因为伊的国外已经互咱有换新的一个活命。伫希伯来书第10章19、19、20节有讲，耶稣的死已经拆离至圣所的障帘，互咱会当直接进到上帝面前领受恩典。这才是咱庆祝欢喜的代志。咱透过耶稣，咱直到上帝面前。所以，毋茫透过今仔日的经文，互咱搁一届得到这个启示：上帝将你永远藏伫伊的手掌，来保护你。咱是照恩典，毋是照行为得救。咱的心爱互圣神引带，毋通硬心。咱嘛爱看见上帝疼正人的心，嘛愿意互主差遣去传耶稣的疼。咱做伙来祈祷。疼阮的天父，阮感谢你，你来到世间，为着阮献上家己的性命，所以今仔日阮伫遮庆祝搁偌济。主，阮相信2020年的搁偌济，对伫全世界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真无共款的搁偌济。虽然阮的肉体、阮的心在受苦，总是阮相信，阮已经得到一个搁较大的福气，是地毒无法度攻击的，就是对你来救赎恩典的福气。主恳求你帮助，互阮兄弟姊妹，虽然今年无共款，总是互阮的心犹原共款献上阮的感谢甲学乐。主，阮相信。你得到恩典，透过耶稣基督，已经永远伫阮的生命内面。之所以阮也愿意献上阮的一生，互你来使用。伫即个真无平安的年代，也恳求你，互阮会当伫阮四周围的人中间，成做平安的使者，将你平安的福音会当传扬，互搁较侪人。愿恳求你保守兄弟姊妹。愿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536首，圣诗536首。即时来报告，咱奉献伫礼拜前还是礼拜后点的后日，为三人后面有奉献箱，请大家来利用。消息报告第2点，宣告组伫今仔日下晡12点半到2点，暗时连续3天7点到9点有举办国外一个福音的活动，伫松山区
选5个点，啊，甲咱到9点头前下骑路扫描 QR code， 观看救主耶稣受难甲国外的底片，并赠送甲咱合作一个让人食堂摊位即个赠品，请兄弟会当将影片来转互至少每一个人转互10个亲朋好友，遮个微信者来传扬耶稣国外所带来的平安甲恩典。咱今日下晡要参加即个举牌扫 QR code 活动的，请伫即个12点咱伫即个一条遐有即个简单的食物件集合来简单说明了，咱牧师来车牌，提到即5个据点。请牧师咱奉献的部分请你详细看。温州聚会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先来。好，咱是毋是将即个影片搁一届来放互咱兄弟姊妹来看？咱来当透过咱的教会传互咱的即个连结，咱会当将即个连结传互咱所捌的亲朋好友，用因来宣扬耶稣基督国外的好消息。神是好的吗？如果造物主无所不能，为何他不阻止错误和痛苦的发生呢？难道神不能停止疫情、停止战争吗？神不能命令人们停止作恶吗？神可以的，但他对人的爱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他爱我们到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人的始祖被赋予了自由选择的权利，但他滥用了这份自由，也因为他和我们所做出一切不好的选择，悲剧的后果吞没了世界。但我们并不是独自受苦者，神所做出最冒险的选择是让耶稣为我们降生，他毫无畏惧地迎向了世界的挑战。他以无比的同情看穿你我隐秘的内心。耶稣甘愿卑微自己，为了不完美的我们，他忍受人类可以承受最大的苦楚，直到最后，他被所爱的人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战胜了死亡，因为神本是无所不能的。是他选择来到我们面前，好让我们有机会透过他获得新的生命和勇气，也得到真正的平安和盼望。朋友啊，你是否仍然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感觉惊慌呢？你内心有真正的平安吗？耶稣就是爱，他的爱将终结所有的苦难和错误。在此同时，他等待着我们认识他、相信他，而自由的选择权已经交给我们，让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好，望咱不但家己是得到咱的平安，嘛将耶稣的平安来传播搁较侪人。伫拜五暗时有，就是咱伫七楼遮有服侍，有人讲，即个影片伊看感觉即个影片真好，所以咱嘛有人讲会当将安尼一个影片，透过咱会安尼一个宣传的一个小小的行动，会当传播搁较侪人。好，咱即时来为着咱兄弟姊妹来祈祷。互咱为着小文姐，伊伫顶礼拜拄啊进行一届的将伊腹肚内的一个肿瘤切除的手术，即时搁伫恢复的中间，咱求求主会当帮咱。咱嘛为着邓妈妈来祈祷，伊伫前几天嘛中风，互咱求求主来保守。太丰乡就是亮营接受娘的爸爸，伊肺部的问题，伫病院伫遐治疗，求求主会当互伊会当较早日会当自主来呼吸。
那么为着想哦，这个敬奉兄因拢伫有时照护病房，也是疗养中心，吼，让恳求主来帮赞。那么为着你处理疗养的外交者，这是异乡长老的妈妈，吼，为着庆贺兄、敏娟、水明兄、慧玲姐、陈基宏长老、怡礼、春文兄、方梅姐、志金姐、明理姐、秀华姐、丽华姐、公基姐、阿淑姐、惠子姐、谢đình兄。副美姐、阿菊姐、郭元兄、东龙兄、李雀老师加互这来祈祷，互咱嘛为着即个世界疫情的即个惨境，互咱恳求主的怜悯，互咱开喙来为着咱的教会集体，为着全世界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为着阮国外，即个国外带互阮大的愿望。虽然阮伫世间有真侪苦难，总是阮相信主，你要守护阮即个大的愿望，就是在你伫遐有永远活的愿望。主恳求你也互阮活伫即个世间，会当带着对你来的喜乐甲平安。互阮虽然伫困难的环境内面，总是互阮的心会当因为你来得到自由。主，互阮无因为遮个事来受着捆绑惊吓。互阮将阮的目睭来注目伫你，主恳求你帮助阮，透过兄弟姊妹，阮伫厝里的敬拜，透过阮平常时的灵修，阮的祈祷，互阮甲你的关系会当哪来哪有稳定的建立。也恳求你保守阮兄弟姊妹，阮有诶伫病院伫疗养的，恳求你透过遮医生治疗因的身躯，互因紧紧恢复健康。也照顾遮伫边仔伫服侍因或者厝内的人，也互因拢有健康的身躯。主也帮助你处理或者兄弟姊妹，也看顾因的身体，互因紧紧来恢复。主，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虽然即个期间有真侪人拢伫厝里做礼拜，总是互阮的心会当合一，会当伫主你的面前献上阮上大的敬拜甲学乐，也互阮会当伫即时也不断透过阮的祈祷来纪念阮伫病厅中间的兄弟姊妹。主也恳求你保守阮的世界。主，阮看见伫即时伫欧洲也是美洲，遮受着病毒的影响非常大的遮个国家地区，主恳求你就来怜悯、医治、帮助。主，互遮医疗人员，互因有智慧、勇气、健康的身躯，也互即种的人、掌权的遮个人会当做出有智慧的判迄个裁决，会当带领因的国家。阮也要为着即个病毒会当真正伫世界真紧来得到解决的办法来祈祷。主，阮真正是真有限，阮只有恳求你的怜悯，看见全世界阮遮伫苦难中的人因的呼求，主恳求你的怜悯，手术互遮科学家、医学家，互因有智慧，会当紧紧找出方法。主，阮恳求你，也伫即个时阵，也互阮人类会当真正谦卑落来。阮看见，阮做真大的计划，阮做真侪的事，但是拢无法度来阻止咱的一个意外的代志发生，遮个事拢总爱停止。主，阮就恳求你，互阮看见阮家己的软弱甲不足，互阮知影安怎来超找你。恳求你，互即个时期虽然是全世界拢停落来的时期，总是也是一个真好的时期，互阮的心会当来归向你，会当来超找真正救主耶稣。恳求主你怜悯阮，帮助阮，也保守阮所有兄弟姊妹，伫阮新的一个礼拜，伫阮的工作，伫阮的学业、家庭生活，拢有上帝你的带领甲保守。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还念圣诗399首，请起立。我。
信心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阿门。